中醫藥係香港醫療系統嘅重要部分，亦係香港嘅傳統優勢。今日我哋將佢嘅發展推向一個新嘅高度。首間香港中醫醫院將會喺今年年底正式分階段投入服務。首年將提供門診服務同埋日間住院服務，第二年將會拓展住院服務，第三年將會開展社區外展服務。香港中醫醫院將會融入香港嘅醫療系統，並以病人體驗同埋安全為先，提供優質嘅中醫藥臨床服務，以配合本地醫療需求，為香港醫療體系揭開新篇章。中醫藥係香港醫療體系嘅重要部分，喺市民治療疾病同埋預防保健方面發揮關鍵作用。香港中醫醫院開院第一年將會全面開展以下三大服務類別，分別係純中醫服務、以中醫理論為本嘅中醫服務，採用中醫診斷同埋多樣化嘅治療，體現中醫治療嘅特點同埋優勢。第二種係中醫為主服務，即係醫療服務將會以中醫為主，由主診中醫師負責診斷同埋治療，並按需要喺唔同階段以西醫藥作為輔助。第三種係中西醫協作服務，即係治療一啲特定類別嘅病人或者疾病嘅時候，將採用以中醫為主導嘅中西醫協作治療方案，以取得預期嘅醫療成效。我哋嘅核心精神係以病人為中心，提供以病人為中心嘅整合治療。我哋建立咗標準化嘅聯合會診機制，每一位患者嘅背後都係一個醫療團隊在協作。例如一位中風後遺症嘅患者，佢嘅方案將會由醫療團隊共同審視制定，涵蓋功能恢復、營養支持、生活質量提升，係真正嘅個人化治療方案。香港中醫醫院嘅住院、日間住院同埋門診中醫服務將以中醫分科形式提供。香港中醫醫院嘅門診、大學、全港18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以及私人執業嘅中醫師，均可轉介病人嚟到香港中醫醫院接受中醫分科服務。香港中醫醫院將會喺開院第一年全面開展以下6個中醫分科服務，包括中醫內科、中醫外科、中醫婦科、中醫兒科、中醫骨傷科以及中醫針灸科。其後每個中醫分科將會有一系列嘅專病項目。香港中醫醫院將會因應本地醫療需求、中醫藥臨床優勢、人才配套以及其他機構嘅協作機會，挑選合適嘅病種發展中醫專病服務。目前計劃開院後第一年將會發展中風後復康、腫瘤復康、長期痛症等12個專病項目，希望喺5年之內總共發展23個專病項目。透過提供以上多元化嘅醫療服務，我哋堅守以病人為本、一切以病人嘅最佳利益為依歸嘅理念，採用特定嘅醫療模式，包括純中醫、中醫為主同埋中西醫協作嘅治療方案，以提升治療成效，促進整體健康，等我哋每一位患者都能更有效管理自身健康狀況。